多谢师公，继续来看到这是南投县的139县道3湾路段，3时有阵就发生车祸意外。管区的交通队去年采一支超速气象机伫遮，因为限速的标准也阁抓袂准，已经采伫遮10外个月，互人讲是袂输伫咧翅膀共款。今年5月，这路段已经确定限速50km，超速气象机嘛开始有作用，短短1个月时间，拢总开1200张罚单，替咱国家加150万的收入，这条钱算袂小条。汽车、机车来到这个路段，拢会放慢，因为若是一个无注意，和路边这台测速相机翕到，一张上少要1200块。这是南投县139线道3湾路段，因为常常发生车祸，所以辖区的交通队伫遮设一台测速相机。不过因为速度的限制一直拢无决定落来，过去10个月拢无咧翕，所以佮互叫做伫咧困的测速相机，一直到今年的5月，决定限制速度50公里，才正式开始翕。到打满1个月啊，拢总开1200张的罚单出去，替国库赚超150万。晚上在3到4点跑车重击也是一样很严重啊。因为这张也是排这一段而已，那倒不如警察多站点。不过也是有民众认为，这台测速相机效果有限。看到迄支对无？对。你也开始减速对无？对。迄支过了，差不多到遮超出伊的迄个测速范围啊，对无？伊就开始吹油门，震到足大声啊！民众甩讲半暝啊，定有重型机车的车队来才走山路。测速相机颠倒，互影响变价更较差。不过派出所讲，相机开始翕了后，车祸确实有变较少。若收差的问题，会阁想办法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